港人北上定居，性價比之王，由澳頭說起。Hello， 我係 Lala， 帶你全方位解鎖澳頭嘅美好生活。定居喺澳頭，買車養車究竟要幾錢？一次過同你講清楚。首先講下買車嘅成本啦，國產新能源選擇多到爆，性價比首選，周街都係嘅比亞迪、50、長安、吉利。普通家庭代步車4到10萬就已經有好多選擇啦。好似我哋隔離呢台車嘅話，依家都係5萬幾蚊。如果喺香港嘅話，落地要14萬幾。部分七人車嘅話喺香港嘅話要貴多30-40萬㗎。哦，海鷗嘅話係你首期嘅話先係一台 iPhone 嘅錢。哦，咁月供大概幾多？月供係1000零蚊。哦，咁好平喎。係啊。哇，呢邊買車真係好多選擇喎，但係咧好多人話買車容易養車難，唔知固定嘅使用成本係點嘅咧？大灣澳頭呢邊嘅話，佢係保險嘅話1年大概係2000到3000蚊左右。係保養成本嘅話，一注大概係200蚊左右嘅。停車月卡嘅話係150到200蚊左右。跟住咧就係使用成本啦。澳頭嘅屋苑基本上都係可以裝私家充電樁嘅。嗱，夜間電費先3毫半，8公里先至6-7蚊。我成日返羅湖，往返82公里先7個幾。一年呢，就算行1萬公里，電費都係500-600蚊咋。再加埋大陸嘅互聯網養車平台有好多，配件質量有保障之餘，價格都好平。澳頭就有嘅京東養車、途虎養車，兩間都係香港上市公司嚟㗎。噴漆咧就300蚊起，油車保養咧都係300零蚊就搞掂㗎啦。計埋落去喺澳頭養一架電車6000蚊都唔使啊！喺澳頭唔單止養車平，衣食住行樣樣都抵。跟住我下期慢慢話你知點解澳頭係北上定居，性價比之王。行運澳頭煙火氣，龍柏花園陪你過住美好生活。